这个海产、肉类、蔬菜、水果、杂货拢买得到的市场内底，大家来这就是干那买青葚尔，还佫有真侪熟悉秘伫咧菜市仔内底。有一间老字号已经伫遮50几年啊，行到第二代，因的功夫不但无变差，佫添加真侪新的创意伫内底。嘉义市的东市场是一个真有故事的所在。日本时代，西元1914年，规划创设东市场开始营业。当时嘛是台湾传统市场内面采用大量稀土器而且称悬的市场建筑，是嘉义市目前保存上古早而且上有传统气味的大市场。过去东市场的楼顶是礼社。因为有真侪位阿里山落来采买的乡亲，无法度长工转去，所以爱留伫遮过暝。楼骹是市场，非常的闹热。这几年交通进步，需要过暝的人客愈来愈少啊。但是遮嘛，阁会当看到真侪上多样又阁上丰富的手工品。新区交错的市场内面，这个鱼丸蛋伫遮已经卖30几年啊。这几年来坚持手工制作，每日现做。有用扫码鱼枪啦，淡水的啊吼，较有迄个潮气啦。啊，第二个话啊，伊的鱼肉吼，伊咧做空杯安尼啊吼，一罐作业出来啊吼，啊了提醒我吼，冷冻就送来阮家己，嘿，安尼较新鲜啦。应该讲伊的肉吼，伊较有弹性啦，做鱼浆啊吼比较适合啦。啊，以前啊有人讲啊用迄个刀鱼啊，用鬼头刀啊吼，那个我们比较不喜欢啦。嘿，因为鱼肉吼，感觉上话吼，还是比鱼肉较好食，口感较好。潘老板逐工透早4点外起床拍鱼浆，5点外摆摊开始卖。头家讲鱼浆以来自屏东甲高雄的基鱼为主，拍浆的时阵完全无加添芳精、香料甲防腐剂。其实无论是白鱼肉或者是红鱼肉，只要有够青，拢总会使摕来拍成鱼浆。也毋过，若是鱼肉油脂成分伤过悬，也是鱼肉伤松散的鱼种，伤过油甲无黏性的鱼肉，都无适合摕来做成鱼浆甲鱼丸啊。本身的鱼仔青，才有迄个弹性，啊鱼仔若熬，就是较糊糊。啊，就是咧拍的时阵，你就是爱注意温度，温度袂使伤悬，悬的时阵你一定爱用冰角降温，安尼拍起来丸仔才会绵才会脆。将鱼肉放入去石磨内底，拍成鱼浆。这个时阵，除了爱注意时间，阁爱注意温度。温度若伤悬，爱紧加冰角降温，才会当增加伊的 Q 弹。然后再用手工捏制成型，放入去烧水当中定型。真费时也真费工。来到这边，除了会当买到新鲜的鱼丸以外，头家娘这几年也推出新的产品——花龙果鱼丸。我无咧用香精香料啊，啊用过化学的物件啊，阮坚持啊吼，就是爱用自然的啦。头啊开始做啊吼，较无经验啦。迄花龙果切切的很切切的啊，就会含咱的鸡精来用啊吼，工作不出火花出来啦。1-2个月的时间啦吼，所以啊拍吼，啊比例抓得好啊吼，较有法度啊吼，伊的口感、伊的弹性，才会较来。啊，食起来吼还绵密啊！火龙果真的它很讨喜啊哈。拍无好就是足掉啊，无要安怎啊起来糊糊袂脆，口感不佳，质地足歹啊，嘛无法度卖啊，啊嘛爱起价会使，啊人客可以接受，咱感觉可以，啊阮才有法度通啊卖啊。5年前，因为一场大风雨，将厝内面种的花龙果拢拍歹去，表面损伤歹看，卖相无好，阁唔甘咧等稀杀。就安尼，头家甲头家娘2个人开始讨论，要安怎利用这卖相无好的花龙果。开了2个月的时间，研究出花龙果鱼丸，将水果冷冻了后，加入鱼浆当中。
成功推出上市。火龙果鱼丸带动了卖气，嘛，互故乡的小农产品有出路。为着要互买的人安心，因所有的火龙果拢是采用自然的农法来栽种。阮这迄个火龙果啊吼，咱就是啊吼友善啊吼，你个照顾，啊拢无用农药啊吼，啊咱用酵素来灌溉。系啊，足辛苦啊！咱爱每一粒拢去啊套地啊，一年啊吼，套7、8批啊，一批啊吼，要几千粒的啊，每一粒拢爱套地啊，不管大粒还是小粒的，安尼啊，蜜蜂啦吼，蚂蚁啦，还是瓜苗啦吼，鸟啊啦吼，拢会来食啦。今日这片果园当中，看到满地野草。坚持无要喷除草剂，用套地仔的方式来保护火龙果。因为无农药，所以定定会当看到果肉只去互鸟仔夹一空，遐去互虫夹一喙。因两个翁仔某犹原坚持动物食完的才是因的，用较自然共存的想法来种植水果，一路行来非常的辛苦。我们绿色保育标章啦吼，伊来检验嘛吼，第一届初选，伊就是委托等于检验，看你有用杀草剂无。初审过啊，过来咧，你来满果，等于农事所化验。好啊，所以讲他们要发这个认证啊哈，真的哈，他们真的很用心，这个都经过我们农委会他们啊哈去评定的。这片火龙果色水把甜，食起来水分十足，而且阁有自然回甘的甜味。因将过去伫要爬远的果园成功保留落来，即马唔但会当有健康的水果通食，阁会使食到实实在在的山珍海味。这红龙果甲伊的这个鸡鱼的这个鱼丸综合到真好。人讲红龙果伫山顶咧种，鸡鱼伫海底掠来，简单一粒鱼丸山珍海味就对啦。真特殊，全台湾就这粒尔过来一桶看卖，这就是因的烤地油土鸡腿。足特殊的摆盘，佮用一个这个原木的这个茶桶安尼甲缀起来。我唔知影讲用土地油来做这个鸡腿，这个气味会遐尼啊麻呢。好食。因选用的土地油嘛是气味真好的土地油。规安尼配起来头家娘用家己种的有机苦地籽去抓油，将鸡腿肉去骨了后，切成一片一片的薄片，甲煸过姜的苦地油做伙落去炒。软嫩的土鸡腿肉，佮带有 Q 底地的薄块，将家己厝内种的无毒火龙果。结合鸡鱼浆制成的火龙果鱼丸，唔但涉水吸引人，伊阁增加了自然的膳食纤维，甲水果的鲜甜口感，安尼就是一出传统料理的创新食法。若是感觉鱼丸真够味，你更加袂当放过内行人推荐的甜不辣，这是用新鲜的鱼浆混合薄块十足的五宝，先用手工剁成片，搁再放入去油鼎内面油煎。煎到外表黄金，起鼎了后，就是真吸引人的特选牛母煎。伊特别的牛母香味，是老顾客上爱食的迄一味。头家娘讲，因这叫做丝丝入口啦
哦，炒尖了的五宝，迄个气味哦，加鱼香粒配合了足好食，啊，佮志家呢大口酥酥内面软软安尼，哇，迄气味足赞的。日本人爱食的甜不辣哦，高级版就是咱的五宝鸡。好料理唔惊无人食，为着要维持产品的品质，逐工由头家伫咧现场制作鱼浆，然后加上火龙果、甲五宝，手工捏片现煎，先煎好定型了后，再搁煎好上色。伫咧炎热的火炉边，斟酌看顾到火候甲色水，上惊一个无注意，就会去影响到整体的口感。用心计较，才会当变化出遮尔济，互人学到甲会得志的好料理。无计较成本，只要人客食了安心，食了欢喜，就是坚持这款的信念，才会当创造出互人难忘的美食。